来看高雄这个车主的行为，是因为伊的轿车车牌去互偷摕去。这个车主呢，就在车牌这个所在打一张纸，顶头写讲我的车牌去互偷摕去，拍无去啊，有报警察，请大家甲同情。伊就甲车安尼来驶出门，有民众看到是认为感觉是真趣味。不过警方也讲呢，这轿车无挂车牌驶出门已经违法啦，上悬会当罚10800块。民众骑奥多摆，甲一台车相闪身，伊感觉奇怪，甲斟酌看，这台车的车牌哪会是一张纸咧？顶悬阁写讲伊的车牌互偷摕去，已经通报，请大家同情。民众将这画面放去网络敲死车主，讲不如挂假牌。不过无论是用纸带，也是挂假牌，警方表示，只要无挂正常的车牌，就驶就车路，拢是违法。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2条规定，处罚汽车所有人3600以上至10800元以下罚款。虽然有民众讲，车主若是有炸车牌就贼偷的报案证明单，万不至和警察查落来，可能会当通用。不过这毋是正办，警方表示，车主报案了后，要先去监理所申请临时牌照甲行照，这台车才会当驶上路。若是无临时牌照，就干会当请人拖车去监理所验车，订领新牌。规定是讲你也无牌的话来路，就是爱请临时牌，还是以别台车去甲拖来安做验车的动作啦。当然，警方有伊举发的一个裁决伊的举发的基准啦。牌照税一天41块，燃料税好像22块、21块，然后保险一定要开，行照跟2块临时牌是基本消费350啊。所以3天安尼加起来，那以1.8落算安尼，大概爱3天600-700块爱吧。差不多。监理所强调，民众若是有车牌着贼偷、拍无去等等的问题，也是爱先申请临时牌照，才驶去监理所验车订领牌。千万唔通亲像这位车主，无牌照驶上路，可能阁加收一张红单。记者柯家族区教育高永昌报道。